澳門關閘購物全攻略 ，Let's go！超市年貨、家居良藥、運動outlet、樓上乾貨都集中喺呢條視頻，記得點讚收藏。首先喺拱北口岸前往澳門，過完關直行去到關閘廣場。這兩邊呢都有一些藥房，認準 RX 標誌同埋貨比三家。水貨街嘅美妝店係咪正品？想質量保證嘅建議去免稅店或者專櫃度買。超市去邊度買都得，想平嘅呢對比價錢就 OK 啦。最受旅遊客歡迎嘅巨記手信啊！關閘呢間萬寧都有藥賣，3間運動outlet品牌集中喺呢一度。第一間飄馬2雙就699，一雙399。對面仲有 Dickie、Daiso、Nike 樓上。過年呢穿這個顏色特別的有喜慶啊！199有1雙了喎，300就有2雙，真的很划算啊！3樓就係樓上啦，煲湯、零食、乾貨都可以喺呢度買。北海道的原貝很想吃啊！離開澳門前買唔夠，可以喺關閘呢邊補貨。澳門返內地有乜嘢唔可以帶過關？去參考我呢條視頻。